見到我唔使作嘔，希望你能夠停留。我知我個人就係低俗，但至少我唔講粗口。我知我講嘢一嚿嚿，但係傾偈最緊要夠持久。Rocky and Jordan 原創作品，希望大家高抬貴手。嚟到異國第一感覺係我想走，同啲人都溝通唔到，我做咩仲要逗留？唯有當自己係隻狗睇下有冇當地人收留。好彩遇到個好心導遊，幫到好多手。鋪錯間酒店係焗到窿，要打開窗吹下涼風。而家宿舍得我哋兩條友，我終於唔使社恐。房間嘅配置精簡，你間房咁 hea，我仲點賺？浴室連門都冇過水流晒出嚟，真係好鬼煩。每晚沖涼順便洗埋衫，當心可以見到地鐵站。話嗰啲白痴行程，我真係唔想同你慢慢玩。我識自己走去地鐵站，唔使塞車嘥晒啲時間。喺香港我就趕時間，嚟到首爾發覺時間過得好慢。餐餐泡菜，餐餐燒肉，唔理你堅定服，只要你夠平夠飽肚，我就會給予尊重。起初以為係拉麵，結果係大豬手塞晒我啲錢。從此學識點樣唔好俾人幹第二次。參觀宏大好似好易，但有冇諗過人哋考緊試？你仲要逼班學生做導遊，佢哋嘅成績係咪會加分先？有錢起座大樓，但係冇錢整翻個扶手。呢啲天才政策真係損壞校風，你醜唔醜？外國人可能有偏見，以為韓國人都係整晒面，但係老實講，佢哋只係皮膚白啲。你整唔整關我鬼事？只要你夠好人，我就中意一句沙拉嘿喲，我個心即刻縮晒啲。你哋班友去明洞買啲面膜同口紅，我就頂唔順，寧願去下吹公園吹下涼風。我嘅時間越得鬆，可以慢慢行，唔使衝。當我決定咗行去邊度，地鐵對我嚟講已經冇鬼用。話說有個 show 叫 Nanta， 不如個名叫 Absolute Cinema， 煮飯當雜晒，覺得 Ramsay 出嚟都唔夠你玩。又有敲擊又有個 Capella， 睇下睇咗成個 hour， 坐到屁股開花，心入面諗我睇完未啊？夜市鋪頭見到外國人心諗萬歲，但係我想同佢講呢啲主流嘢我冇興趣，寧願搭長途地鐵告別繁華喧鬧都要去游水。呢個時段閂咗門唔緊要，我嘅熱情唔會因為咁而變少。所以游到靈魂出竅，見到隔離線我唔敢飄，每次10條線得3條俾公眾又真係太少。學生哥實力超晒標，點識對蛙式點樣反超？不過冇所謂，反正我尾健康幹爛咪一條。夠鐘要走，你哋喊晒口，扮晒地哋唔捨得走。旅行就係咁虛浮，你俾錢當地人先會得到良好侍候。如果你想俾當地人看中，咁就先要學識尊重，乜忙都有照顧。歐子起勢同佢講 I will meet you soon。